專為港澳市場而設 Toyota 新世代電動車 BZ3X 終於登場，帶埋一家大細冇問題啊 ！BZ3X 後門可以開到80度，裝卡士定係扶老人家上車都可以輕鬆搞掂。入面仲有1.2米咁高，其實小朋友喺入面啊行出行入咧都得㗎。BZ3X 嘅車窗隔熱表現良好，再加埋佢自帶嘅電動幕簾，簡直就係夏日嘅救星，唔使再怕曬，即刻涼翻曬。叉緊電嘅時候想放鬆下，呢架車前後排可以變成一張特大雙人床，無論係想玩 car camping 定係想瞓個靚晏覺，呢架車都冇得輸。再加埋套Yamaha音響同埋32色嘅氣氛燈，為呢個 Me Time 實現唯一嘅生活儀式感啊！ Toyota 頂級安全 DNA 從核心電力開始守護，電池安全升級，通過更嚴苛90度側柱碰撞，雙重供電系統，鉛酸加鋰電池雙臂環，確保電力供應唔中斷。就算喺極端情況，因為有 iBooster 加 ESP 嘅雙控剎車，再加上一鍵斷電，你依然保持對呢架車嘅最終掌控。平實價錢，安心享受。想體驗BZ3X，即刻嚟預約 Test Drive，親自嚟試下佢啦！